切诺，切诺，拉玛切诺。多么记着这莫拉里巴着你，你的掌动的点，地里在天日松。的地那有你拉妈妈把点点哦，落地只把马里嘎些着比用松。娘查噶尔坚，我要到西边达哲那去做生意。现在你身体不好，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吧，享受享受这幸福的生活。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这边你不要担心，你在路上要多加小心。我祈请三宝保佑你。奴仆，你把商品准备好，我们到达哲那去做生意。是。米拉昔日将参外出经商数日后，娘查噶尔坚生了一个儿子。
奴仆，你立刻去将这封信交给米拉将参大人，快去。是。主人，这封信是您的夫人让我送来的。无法分离的爱人，我这一切安好。有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告诉你，就是我生了一个男孩，请你快回家，为孩子举行起名仪式，娘查噶尔坚敬上。这下好了，我们这个家族啊世代单传。现在妻子生下一个男孩，太高兴了！我要给我的儿子起名为文喜。现在做生意的事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两个这就回家乡。是。给你抱抱他，好，看看他多可爱。真可爱。好，来，好的。哦，乖乖的，真乖。文喜，特别爱笑，像你。像我呀。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。文喜年满7岁时，与从小已定亲的当地富豪扎巴的女儿泽瑟订了婚。这是2个家族共同的喜事嘛。这个般配。泽瑟，我们出去走一走吧。好。我们上山上。好的。那好，我们快一点。你看，这里有很多的花。特别好看。文喜，你一会儿会摘给我吗？我想会的。你等等我，文喜。你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摘花给你。好。快上来，看这里有一朵花。文喜，你帮我戴上。好的。好看吗？很好。生命无常，说的真是事实。米拉昔日将参患上了重病。奴仆，快去把医生请来。是。主人，医生来了。把你的手给我，我来给你诊脉。啊。